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5章第1節至23節，主題係法老拒絕摩西的要求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5章記載，摩西同亞倫去見法老，要求法老俾以色列民去到曠野敬拜上主，但就遭法老一口拒絕，認為去曠野敬拜只不過係以色列民懶惰嘅藉口。於是法老加重勞役以色列民，要求以色列民製造相同數量嘅磚，但又唔提供稻草俾佢哋去製造，所以以色列民受到更大嘅痛苦。以色列民嘅領袖向法老哀求，但法老認為咁只不過係佢哋自己懶惰嘅錯。後來以色列民就向摩西同亞倫發怨言，指責佢哋使到局勢變得更加悲慘。面對以色列民嘅埋怨，摩西感到沮喪，同埋向神抱怨，質疑神嘅計劃點解會使以色列民遭到更大嘅苦難呢？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5章記載，摩西同亞倫接受神嘅差遣去見法老，但結果係以色列民遭受更大嘅苦難。咁你有冇曾經試過，當你實踐上主旨意嘅時候，結果唔係一帆風順，而係更惡劣嘅環境呢？